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当欢喜快乐。感谢天父上帝，让我们再次到主的宝座前同心敬拜。现在我们就用祷告的心，从关心教会圣工开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本周事工。今天是宗教改革纪念培灵会，欢迎林大卫牧师前来培灵讲道。下午1点，爱家团契于佑星2楼举办圣经讲座。下周是性别公益纪念主日。11月丰盛人生可以至招待桌或办公室购买。107学年度第2学期奖学金将于下周主日第2堂礼拜中颁发。11月9号上午9点，教育事工部举办读经营，欢迎兄姐踊跃报名参加。11月30下午5点半举办感恩见证餐会，即日起开始报名至11月17，欢迎兄姐参与，并邀请未信者或亲友参加。2019与京剧有约进入士师季，邀请兄姐踊跃参与每日读经的活动。教育馆之景观工程及内部设备装潢的认线项目置于招待桌，欢迎兄姐认线。以下是教育馆新建工程的进度，请代祷及奉献。谢欣玉姐妹于10月22安息主怀，求主安慰家属。请持续为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代祷，愿上帝安慰与医治。感谢主将生命的话语赐给我们。今天的金句，我们一起来诵读2次。马可福音16章20节，门徒出去，到处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借着伴随的神迹，证实所传的道。马可福音16章20节，门徒出去，到处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借着伴随的神迹，证实所传的道。我们请会众一同站立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感谢你的慈爱和怜悯，让我们这不配的罪人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来与你亲近。今天我们存着敬虔、谦卑和感恩的心来到圣殿敬拜你，圣洁、荣耀全归于你。我们要高声歌唱赞美你的名。感谢主赐下话语，使我们得到生命的粮，好作为我们生活的准则。祈求圣灵时刻与我们同在，提醒我们走在主的真道上不偏离。求主赐给我们智慧，能轻易分辨魔鬼的吸引和圣灵的提醒。主啊，我们将我们的软弱、局限还有缺点呈现在你面前，求你让你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只说造就人的好话，宣扬主的恩典，好激励和鼓舞人来认识你，荣耀你的圣名。主啊，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丧失亲人的，求主安慰家属；身体病痛的兄姐，恳求主你的医治大能临到他们；有任何缺乏的，求主供应丰盛的恩典。有信心软弱的，求主坚立他们，赐给他们刚强壮胆的心。万能的主，你无所不知，我们所需要的和困境你都明了。我们深信你是既慈爱又有恩典的天父，你是我们所倚靠的。我们凭着信心来向你祈求，
求你带领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到达可安歇的水边。今日主差派林牧师来本会传讲主的讯息，恳求主高抹林牧师的口，并圣灵充满在座的每一个人，打开我们心灵的耳朵，让我们能听到主的话语，并有一颗顺服的心，遵照主的旨意来行。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因耶和华本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诸天宣扬复活之主的荣耀，谁能相比？我主圣洁美丽，永远到永远。羔羊已掌权，今我欢喜前来，向你屈膝敬拜。诸天宣扬复活之主的荣耀，谁能相比？我主圣洁美丽，永远到永远。羔羊已掌权，今我欢喜前来，向你屈膝敬拜。诸天宣扬，诸天宣扬，复活之主的荣耀，复活主的荣耀，谁能相比？我主圣洁美丽，永远到永远。羔羊已掌权，今我欢喜前来，向你屈膝敬拜。永远到永远，永远到永远。羔羊已掌权，羔羊已掌权。今我欢喜前来，今我欢喜前来，向你屈膝敬拜。永远永远，永远到永远，永远到永远。羔羊已掌权，今我欢喜前来，今我欢喜前来，向你屈膝敬拜。永远永远，
歌唱神的伟大。尊贵荣耀君王，在全地之上，愿万民都喜乐，全地都喜乐。你满有荣光，黑暗都躲藏，万民高声唱，起来高声唱，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喜在永在君王，从今直到永远，你从不曾改变，永存在天地间。你是三一真神，父子与神灵，全身的羔羊，全人生羔羊，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是伟大，我们要来歌颂，要来赞美。你真神尊名，配受大赞美，全心歌颂我神真伟大。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向他歌颂，述说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夸耀他的圣名。愿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欢喜。哈利路亚。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
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主啊，我神，没有被风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当主再来，欢呼声响彻天空，何等喜乐！主接我回天家，我要归上，前功内重在敬奉，并要颂扬，真爱你真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们来唱主啊，你的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你真伟大，何等伟大！你真伟大，何等伟大！亲爱的阿爸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创造宇宙万物全能的神何等伟大，竟然愿意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宝座前敬拜，也能够在你的脚边称呼阿爸，静心来聆听主你的圣言。主啊，恳求在这个时刻，你圣灵特别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大大的张口，
因为你必亲自来满足我们，向我们说话。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感谢天父上帝在我们这3天的培灵会带领林大卫牧师到我们中间。昨天、前天2晚，他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激励，也借着门徒一个的见证跟教会的见证，带领我们到今天一起在敬拜中，他要传讲上帝的信息。所以从使徒行传28章今天的经文，我们请素云执事为我们来诵读。所以你们当知道，上帝这救恩已经传给外邦人，他们会听的。保罗说了这些话，犹太人议论纷纷地走了。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都接待，放胆传讲上帝的国，并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没有人禁止。李牧师今天特别到我们中间，将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位也能够有受教的心来聆听主借着林牧师所传讲给我们的。特别是在培灵会中间，我们拍手欢迎林牧师，师母也在中间，我们请师母也站起来，让我们欢迎来，请坐。是否还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我好像有看到第一次来的吗？还是之前来我没有碰过？来，请这一位，对，我们欢迎你哈。还有其他的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吗？没有的话，我们一起拍手欢迎林牧师哈。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够再回到士林教会。以前我跟我的师母都是坐在这一边的后面，大概第4、5排。曾经有在去年的时间，因为有一段时间在台神做一些研究的侍奉，所以在这边就大概有1年的时间，跟弟兄姐妹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今天能够再一次来到各位当中，心中充满喜乐，也感谢主，谢谢徐牧师特别的信任和邀请让我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一起从上帝的话语来领受上帝的心意，好叫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无论是个人或者是教会这样子属于上帝的群体，能够在主的恩典里头，也能够成为他在地上摆得出来的见证。让我们同心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召聚我们，召集你自己的百姓聚集在这里，让我们领受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经历你话语的能力，让我们体会圣灵在我们内心所做的感动，也带来的安慰，也给我们的激励。所以让我们对你的话语能够不但能够明白，不但能够听懂，也让我们能够从感动进入到行动，洁净你不配的器皿，让它能够成为你流通的管道，让他能够将你的道说得清楚，讲得明白。更求主赐给我们有一个灵敏的耳朵，柔软的心田，好叫我们对你的道有回应。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直到地极的见证。在你的心目中，宣教到底是什么？如果你头一天就是从礼拜5的晚上跟礼拜6的晚上，基本上我都是用一个见证来描述今天我们所用或者所时常听到的一些的教会的术语，就是宣教。很多时候我们把宣教跟教会的布道、做见证、跟分享、跟跨文化的这种宣教，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混淆的。可是今天我希望说是能够把见证跟这个宣教，它能够跟我们一起连结。如果我们知道，其实这个见证是讲到一个人，当你成为主的时候，成为主的人的时候，我们的身份被更新改变。可是呢，我们这个人也因着这个身份被改变，所以我们带有一个使命。所以 mission 宣教就是 mission， 就是一个任务，能够跟我这个人的生命能够连结在一起。很多的人为着不同的方向，为着不同的使命去打拼。但是属于上帝的儿女，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在什么宣教或者任务或者使命，到底在我们的观念里头、认知里头是什么？在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时代，
我们也可以接触到很多许许多多不同的背景的人。那到底宣教的禾场是在哪里？是在远方还是在近处呢？那怎样子的工人才叫做宣教士？怎样子的工人才配得称为是宣教师，或者是那他的工作是什么？那他所传递的信息是什么？他所宣扬的信息是什么？我想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一段的经文，其实就已经带出了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的观念。我也希望能够从3个不同的角度跟大家一起来思考这4节的经文，然后我们能够对到底直到地极的宣教，或者直到地极的见证，跟你和我的生命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们再来读一次这段的经文。如果你能够看上面，你就看上面哈，预备来。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保罗说的这话，犹太人议论纷纷的就走了。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直到地极的见证，第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从第28节到29节，它带出来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神的使命、神的任务、神所托付教会的这个宣教的使命，给个人、给教会，其实是从一个本土一直到全球的这种的宣教。那我会说，它其实跟我们的国度的观念，或者国度的心胸、国度的心怀是有很直接的关系。如果我们了解这段的经文，基本上它是记载在使徒行传最后1章最后4节，它描述了当时初期的教会，因着圣灵充满之后，教会就开始复兴，教会使用了使徒彼得向众人传扬上帝的道，就有3000人信主，后来再讲一次，就有5000人信主，福音就开始扩张，扩张以后，逼迫也就来临。所以那个时候的福音教会的发展就没有只停留在一个地方，所以他从地理上他就开始向外扩张，他们就到了犹太全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甚至到了地极。他们那时候的地极的观念，其实所讲到的地极就是保罗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罗马。如果说是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福音基本上就是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能够成为主的见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心意不是停留在一个地方，上帝的心意是能够从本土一直到全球，到世界各个不同的角度，能够到那些从来没有听闻福音的地方。只要今天如果说是只要有一个人在教会的外头还没有人信主，我们的教会就不够大。听得懂我意思吗？为什么呢？因为还有许许多的人，他们仍旧在福音的门外，仍旧在教会这救恩的外头，仍旧是在死亡的边缘。所以教会有一个使命，就是我们只能够怎么样子能够把上帝的心意能够传到更广更阔的地方。可是在这里很有意思的是，这里他说所以你们当知道，其实保罗在这里讲了一句话，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已经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或者说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他们会听的。可是呢，在这边有古卷，他就说保罗说的这些话，犹太人就议论纷纷的走了。这描述什么？这描述了一种的状态，描述了一种心理的状态。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心意是不是停留在一个地方，而是能够到地极，直到地极的宣教是上帝的心意。可是人有一种的特性，就是人比较喜欢停留在一个地方，人喜欢在一个稳定的环境里头，人不喜欢太多的变动，人不太喜欢走到一些他所陌生的地方，因为人希望说是能够再被认同。可是我们知道，其实后来他们就到了安提阿这个地方，然后圣灵就感动了安提阿的教会，就把教会最优秀的2个人，一个是巴拿巴，
他是蛮有恩赐，他是一个蛮有恩赐的人，能够有很好的见证。然后圣经描述他是一个好人，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的名字就叫做劝慰子，就是能够安慰别的人。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牧者。然后另外一个是巴拿巴的同工，就是保罗，其实那时候还叫扫罗。扫罗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够教导的，他是一个开荒者，他是不害怕，而且他对信仰他是极端的敬虔，而且他是为他的所信仰的信念可以变成一个激进分子。他甚至说他是一个癫狂的人，是为基督而癫狂的人。所以他没有信主之前，他是一个极端分子，或者我们可以说他是恐怖分子。所以他就欺压了这个逼迫的教会。可是后来圣灵感动他，改变了他，他生命就成为主能够在前线开荒的人，他是善于教导的。所以教会圣灵就透过教会就差派他们出去，他们就成了第一批的这个跨文化的宣教士。他们就开始开始往北走，离开了他自己的家乡，离开了耶路撒冷，离开了安提阿，甚至继续往北走。可是在保罗的这种整个宣教的历程里头，他经过了3次的历程。可是这一次他到罗马，其实他在罗马说时常就想要到罗马这个地方。罗马并不是一个宣教士建立的教会，是一群基督徒，他们自发性的传福音，自发性的，因为他们都是属主的人，他们就聚集在一起。所以聚集在一起，教会的概念不是说我们有这个地方有这个建筑，而是有一群的人，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信仰，然后共同的使命，结果他们聚集在一起，所以他们就成为教会。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虽然一直想要到罗马，可是他都没有办法。可是这一次他是用一个犯人的身份，就被押解到这边。然后最后的这一段的经文就描述了保罗是在软禁的过程里头，等这个希律王最后这个凯撒大帝罗马的帝王他最后的宣判到底他是死还是活。所以他在这里有一段的时间。可是他在这里就有接待很多不同的人。然后他就说，今天我们已经来到这个地方，今天我们已经来到所谓的地极，也就是父所应许的圣灵进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要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能够成为主的见证。这个事实已经发生了。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那个时候的地极为什么称为是罗马？罗马基本上在当时的世界里头已经统治了欧亚非，3个这个大洲。所以它的整个的军事，它的政治是非常稳定，而且他们所用的语言是一个统一的语言，就是希腊文。所以在这个统一的文化，在一个非常稳定的政治环境，那个时候的交通是非常发达。所以我们时常听到条条大路通罗马。想一想，如果你今天你是在那样子的世界里头，要传扬福音容不容易？容不容易？你有共同的语言，所以你不需要学另外一个语言，对不对？你有很发达的交通，你是否能够到什么地方你都可以去？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因为他已经统治了欧亚非，所以亚洲的人、非洲的人、欧洲的人，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能够汇通，因为对不起，讲得太激动了。他们就开始在这边连接起来，所以你开始有很多的机会去接触不同文化、不同背景、不同社会阶层，甚至不同语言、思想、世界观的人，这里就成为一个很大的能够彼此冲击的地方——罗马。可是这边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些人喜欢听这个保罗分享讲道，可是当保罗用一个宣告性的话语，他说我们今天来到这边，而且我们已经开始向这些外邦人传扬福音，而且这些人有很多人都信了主。结果这些犹太人听了之后就什么？议论纷纷就走了。这议论纷纷在华文里头讲的是非常的保留，非常的很有礼貌。如果你看这个英文版本，他们说他们非常气愤的，然后他们拍着桌子，把桌子掀开，然后打开门，把嘣，就是回头都不回头，就开始气愤愤的就走开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差距？为什么这些犹太人不喜欢看到人能够得救？为什么这些人他们对外邦人那么的排斥？
为什么上帝的救恩明明已经临到他们，可是他们对这些外邦人跟他们不同族群的人，他们就把他们排在于外？这里显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的问题让我们看到宣教本身不是一个地理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心理性的问题。他今天基本上他的心胸，他虽然已经从耶路撒冷已经到了当时的地级，他已经离开他原先的地方，离开他的原先的熟悉的文化、熟悉的群体，到了另外一个更多元的一个群体里头，可是他却是对其他人都非常的排斥。华人到很多的地方，有时候也很像犹太人一样，到什么地方我们都说那些外国人、那些老外。到了美国，那些老外到了这个其他都是，好像我们都认为他们是老外。那我们呢？其实我们到了国外，我们才叫外国人，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内外的关系，很多时候不是从一个我们的环境，或者是从他者的角度来看待内跟外，而是从我的角度来看。所以我走到哪里，我看什么人都是外人，都是外邦人。所以他没有一个国度的观念，他没有一个更宽阔的眼界，导致了他的心胸非常的狭隘。即便他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他完全没有办法去接受，或者去把这个福音、把这个爱去分享给他周围的人。那今天其实在我们教会的周围，在台湾的处境里头，特别是台北市这个地方非常的多元。如果我们到这边离最近的大学应该是文化大学、民传大学，对吗？还有动物大学。你到大学城里头，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外国的学生从世界不同的地方来。可是我们跟他的关系怎么样？我们有很多的校园团契，我们今天校园团契有没有去接触这些国际的学生？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这些的我们所聘请外请的这些新住民，他们有从印尼来的、菲律宾来的、越南来的很多不同的地方来，现在已经到快要70万人。如果70万除以2300万，大概30-40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在我们当中，明白我意思吗？如果我们这边有150个人，至少我们就应该有4个这个新住民应该是在我们当中。如果我们整个教会有300-400个人，我们最少应该有10个人在我们当中。那他们在我们当中吗？他们能够融入在我们的当中吗？我们有刻意的去关注他们的需要吗？我们能够看他们这些离乡背井的人，其实他们放下自己的家庭，离开他自己的先生，在放弃照顾他自己的孩子，他交给他的家人，可是却来照顾我们的老人，照顾我们的孩子。我们今天把他们当什么？很多我们说他们是外来的，他们是外劳，他们是外佣。我们看他们来到这边，他们感觉到他们是一个离乡背井的人。我们从来没有去把他们的爱分享给他们，为什么？因为我们可能本土的思维太强了，所以我们怎么从本土开始有一个超越的身份，我们的心理、我们的心胸能够被开阔，而不会说我们今天在一个全球化的世代里头。其实全球化的世代里头，基本上就是上帝已经因为教会不动嘛，教会不愿意出去嘛，所以上帝就让我说上帝是在喜欢打麻将，每次打麻将就稀里哗啦重新再洗牌，就把不同的人就放在我们的周围，让我们有机会去接触他们，让我们有机会去爱他们，让我们有机会去把上帝的爱分享给他们，而让他们觉得在这里也是他的家。所以我在说宣教不是什么，宣教不是一个地理性，不只是一个地理性的问题，它更是一个心态，是一个心理性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子能够在圣灵的里头，在上帝的话语里头，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他说我今天来到这里，而且将福音已经传扬到这个地方，而且这些人他们也都是开放的，他们也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是否能够将这些的爱分享给他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要去跟人传福音，我们受的语言的障碍，我们受的文俗这个风俗上面的障碍，我们受的宗教信仰这些的障碍，是的，这些可能都是障碍。可是最大的障碍不是这些东西，因为你要学习一个语言，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可能我们今天可以讲很多的语言，可是最大的障碍是我们怎么走出我们自己，怎么走出本土，怎么走出自我为中心，或者以华族人为中心这个就是这个 ethnocentric， 就是我以民族中心成为我们的主导，
而不是用上帝国度的眼光去为主导的这种心意，能够去接待别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一个天涯若比邻的一个时代里头，我们的邻舍在哪里？我们这些的离乡背井的人在哪里？我们是否开始愿意敞开我们的心胸，打开我们的手背，去拥抱他们，去接纳他们，去关心他们？今天除了这些的新住民之外，其实还有很多人是跟我们不太一样的，他们的信仰跟我们不一样，他们的政治的理念跟我们不一样，而他们有很多的观念，他们在社会的阶层可能跟我们不一样。那我们今天怎么样子也同样的能够进入到他们的当中？如今福音已经进入到这个时代，在这个群体里头，而且他们也是敞开心胸，他们愿意接受，他们也需要福音。那我们今天是否看到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能够调整，被上帝所改变？今天我们是否有一个国度的心胸？我们立足本土，可是却胸怀普世，能够在本地里头有行动。我们能够接触从不同地方、从地级来到我们当中的人，所以做宣教不一定要走到很远，因为上帝已经把很远的人就放在我们的周围。今天我们是否愿意上帝来改变、柔软我们的心？第二方面，直到地级的见证，除了是从本土到全球的宣教，第二方面它也是从个人到群体的宣教。让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这个第30节这里描述，他说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都接待。这里描述到，其实保罗在这个时候是在软禁，在软禁之前，他有一段时间是在监狱里头，是有囚犯，然后就有这个罗马的军兵就守在他的监牢里头，所以可是后来因为他大概表现还不错，所以他有假释，所以他就开始用一个软禁的方式，他可以租自己的房子，所以他有个自己的活动，可是他的行动还是受到一些的限制，因为他要等到最终的这个司法的判决。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做些什么。通常我们会认为，今天我们做福音的工作一定是在一个很有这个机会、有这个空间、有这个可以有自由的空间。就像保罗以前，他年轻的时候，他基本上他一到一个地方就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他曾经在哥林多教会待了3年的时间。他花了到不同的地方，就是流行布道将福音传扬。可是在这里的时候，他却被软禁在一个地方，他不能再像以前那么自由的活动，而且他的年纪也已经大了，所以他也不再像以前年轻的时候能够拍照，他只能就是停留在一个地方。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的这个个人是从一个个人，他是始终离不了他周围的群体。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任何时间他都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如果我们从保罗他的宣教的过程看到，他在各地他的宣教的禾场是无处不在。他曾经在监牢里头，第16章31节，他曾经就是在监牢里头去传福音。他甚至在一个庙的前面，甚至在庙的这些堂中，他开布道会，他去开始跟这些庙的人开始找机会。我不晓得今天基督徒信久了，我们是否也有一种的迷信，走到庙或者看到人家烧这些初一15烧这些的灰的时候，我们都说求主保守，求主遮盖，因为我们已经害怕。可是我们却没有想到，在这些庙宇的这些人当中，他们是因为害怕，因为传统，因为他的信仰的这种的这捆绑，导致了他们生命没有办法得到安全感。其实他们是非常需要福音的。所以我们是否能够在这一些的人当中，像保罗一样，能够传福音？他在各个地方的会堂，所以他不单只是在外邦人，他也在他自己的骨肉之亲。他甚至开了一个推雅奴学堂，很像神学院或者哲学院一样，他跟当时的希腊文化的学者能够对话。他甚至在工作的职场里头，透过支帐篷，然后一边工作一边侍奉。他甚至在暴动的场合里头，他晓得怎么用这样子的暴动的场合里头，能够将上帝的话语传递出来。他甚至能够在被审判的时候，能够跟法官传福音。他甚至在船上，就是在这一段的之前，在船上碰到风暴的时候，他心里非常有平定，
而且去安慰这些害怕的人，也在他们当中能够描述他所信仰的掌管天地万物风暴的主。他在犹太人当中做犹太人，他在外邦人当中做外邦人，他就在什么人当中，他就做什么样子的人，为的是要人得到福音的好处。他透过神学的对话、信仰的交流、学术的研讨，他在这个一个受限制的地方，他说他所有的人他都接待。家通常是一个秘密的地方可是家是一个最能够打开人心的地方。今天我们是否能够把我们的家打开？因为家能够放下很多的盔甲，我们可以做一个真实的人。可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文化，因为我们的传统，因为我们的面子的关系，所以我们家比较乱，或者我们家里时常吵架，不太好意思邀请人到我们的家来。可是你可以看到保罗基本上他就打开他的家，他的家成为一个布道的场所，虽然有限，可是他仍旧去，他有一个开放的心态，他开放自己的住所在软禁的地方，然后呢，凡来见他的，他全部都欢迎，他都接待。那如果我们知道，其实保罗在这一段时间大概是主后59年到62年，有3到4年的时间，他在家中，他就是在他自己的家中，在自己的寓所里头写了至少4本书，我们通常叫做监狱书信，就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跟腓立比书。所以让我们看到，其实他似乎是被限制的，可是他却不受限制，他做了很多的文字的工作。其实我们今天做宣教的工作，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智慧，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地方，透过学术讲座、信仰对话，甚至社区的这种的活动，或者文字的工作，甚至年轻人现在很喜欢这种影视的这个短片的这种东西，能够开始能够有更多的对话。那今天我们是否能够像保罗一样，他在无时无刻、随时随地，他都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我说他是一个个人的使命，就是他把他个人的生命跟他的使命是贴在一起的。我们时常听到有一个这个快递公司叫使命必达，有没有听过？现在使命必达。那我也觉得，因为我曾经在美国的时候，在邮局也工作，也是做这个快递的事情，我就时常说，一个邮票，它的生命的价值就在于它贴在信封上，就因为有这个邮票，所以它能够达到那个地址你所要寄的地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今天我读书，我是一个学生，我怎么把我的福音使命跟我所主修的课程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的生命跟我的使命是一个连结体，是一个铜板的一体的两面，不是一个分开的。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工作，我们信仰跟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家庭，都应该是带着福音的使命的。所以它是不能分开的。一个人没有使命，他的生命是白费的。原谅我这样子说，真的，如果我们信仰跟我们的生命不是连接在一起，不是一致的，我们的信仰就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活里头体现出来，我们的生命的见证就没有办法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社会、在我的学校、在我的职场里头能够见证，成为主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也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重新再一次把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使命连结在一起，所以我们能够成为他摆得出来的见证。最后一方面，直到地极的见证，其实是从本土到全球的宣教，它具有一个国度的心肠。另外一个，从个人到群体，他不管在哪里，他都接触他周围的人，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管道，成为一个使命必达的人，因为他是有把生命跟使命连接在一起的。最后一个就是从地上到天上的宣教，或者从地上到天上的见证，他带出来的一个核心的信息。那我读给大家听，最后一节，31节，保罗就放胆传讲上帝的国，并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没有人禁止。这里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他其实这一节里头是非常丰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必须很快，至少讲到几个东西。第一个，他讲到他所传递的信息，就是上帝的国，
还有主耶稣基督的事。这两个我待会再比较多花一些的时间。另外一个他传讲的方式有2种，一个是传讲，另外一个是教导，是不是？他传讲，他教导。传讲就很像我今天站在讲台，在讲台的时候比较是从一个公开的场合里头，所以是用一种宣讲的方式来传递上帝的话语。可是他也在一个私下个人小的群体，在一个比较小的群体当中，他透过对话，透过教导的方式，让人能够明白上帝的话语。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怎么样子能够成长，人对上帝的认识怎么样子能够丰富，能够深化，很重要的就是他不但能够有这个公开性的这种的传递宣讲，其实他也有个人的这种的教导培育，所以很重要。所以他是这样子的连结。而另外一个这一段经文也讲到保罗他在宣扬上帝话语的这个他的态度，这里用2个描述。第一个，他放胆。我们知道保罗他是放胆传讲上帝的话，他是靠着主的恩典和能力。然后另外一个描述是说，他完全没有办法被禁止啊。他说没有人禁止。那我就觉得这个没有人禁止，并不表示他没有被限制，其实他还是被限制，还是被禁止。他的人生，他的身体，他有一定的 limitation 限制。可是他所传讲的道是不被限制的。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因着我这个人限制了上帝的道。可是其实上帝的道，只要我们愿意去分享，愿意传递出去，上帝的道人会被限制，可是上帝的道会继续的广传。那我想保罗讲了2件很重要的事，一个是神国的道。其实在耶稣复活的之后，在升天之前40天之久，也一直在讲天国的事。耶稣花很多的时间跟这些门徒耳提面命的讲的就是天国的事，讲了很多东西。那天国到底是什么？天国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到底我们为什么它是那么重要？为什么今天我们的信息脱不了上帝的国？因为它带出了上帝的心意，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心意从创造一直到他的救赎，还有他对他属于他的百姓的这种的心意，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地上却能够活出天上的这种的价值，让我们在地上怎么样能够见证上帝在天上的那种的荣美，让我们眼中所关注的、所盼望的，不是在地上会坏、会朽坏、会变质、会贬值的这些东西，而是建立在永不朽坏的国度的当中。那我们怎么只能够把一个抽象的天国的概念，能够在地上，能够因着耶稣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能够把它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很多时候，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社会的乱象，世界上整个的这个政治的乱象，人跟人之间的冲突暴动，其实很多时候让我们不晓得下一步该什么，我们失去了盼望，我们不晓得上帝在这个时候在哪里，他是否仍旧掌权，他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上帝到底对教会有什么想法？在那么乱的过程里头，到底教会应该怎么样子安身立命？除非我们对上帝的国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不然的话，我们就很容易随波逐流。我们不晓得方向，我们不晓得，我们时常就会因着这些周围的事情影响到我们心情，导致了我们没有办法向前。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事。那我们可以从保罗的神学里头，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他在保罗所有的书信里头，他就讲，他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空了。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人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人却为上帝的大能。他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是为愚拙，可是他却定义要传讲，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和他钉十字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也因着软弱被钉十字架上，却能够经历到上帝的大能，让他能够复活。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十字架是建立在一个复活的大能里头。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十字架不是一个偶像，不是一个另外一个宗教的记号，或者我们受苦的标志，而是一个带有盼望，可是我们却必须要走的一条路。那耶稣基督他道成的肉身，进入到人的当中，取了奴仆的形象，变成人的样式，
最后谦卑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我们在地上的人原先跟天上的关系完全的断绝，跟父神的关系完全的断绝，导致了人跟神的关系断绝，人在地上根本就是毫无目标，生不如死，甚至在最终之乐里头，却不知道他最终面对的是最终的死亡。人没有办法逃脱自己的罪，人没有办法解决这种离家背井，这个孩子他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父家的这种的关系，除非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要讲很多的大道理，最终我们要回到核心的信息，就是回到耶稣和他的十字架里头。耶稣他成为人跟父神之间的桥梁，让我们能够因着耶稣基督他的死与复活，我们能够恢复跟上帝立体性的关系。可是也因着耶稣，我们跟上帝关系的复合，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在两造之间，在两个对立的关系，人与人对立的关系，在暴力的关系里头，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使人与上帝和好，使人与人和好，这种的关系。我昨天讲到，今天基督徒不应该选边站，不管是你政治的立场，或者说是你对香港的一些的看法，到底应该这边或者这边，我们应该选择在上帝的这一边。有一些人说，你站在中间，不是你没有立场吗？我们不是没有立场，我们立场非常清楚，我们立场是站在上帝的中间。那是一条十字架的路，那一条是使人与上帝和好的路，那一条是人与人和好的路。我们就像我在香港10年，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桥，因为它有很多的山，中间就是大海，所以它有很大的跨海大桥。它的跨海大桥，它必须要支撑。可是你知道那个大桥最近在什么地方？那个桥垮下来哈，南方澳那垮下来。如果你到那香港大桥，其实桥本身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张力。可是它却衬托了两者之间，让这边的人能够过去，那边的人能够过来的一个很重要，可是它承接的压力，这种的压力，这种的能力是必须要在圣灵的里头，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它才能够成立的。今天你和我，其实我们就站在人与上帝之间，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和平使者；人与人之间，我们成为和平使者。如果今天我们只讲上帝的国，而不讲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那我们所讲的只不过是另外一套的乌托邦。如果今天我们只讲耶稣他的十字架，那我们就会发现在地上很苦，我们没有一个天上的盼望，永恒的家乡。我们不晓得我们最后我们的信仰把我们带到哪里。所以上帝的国跟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是不可以分开的，是必须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是否能够在地上成为主的见证，从个人到全球，从本土到全球，从个人到群体，从地上到天上。因着我们有一个国度的胸怀，因着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使命连结，也因着我们有一个永远不会改变的信息，上帝的话语是不会被禁止的，让我们能够成为主的直到地极的见证人。我们一起祷告。主，愿你的话扎在我们的心中，愿圣灵扎我们的心，好叫我们能够为罪、为义、为审判来责备自己。因为多少时候我们得罪了你，我们没有活出你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只把救恩成为一个个人化的一种的信仰，却没有想到，当我们接受了救恩之后，我们就承受了你所托付的使命。谢谢你，让我们从使徒行传第28章最后的4节能够看见你的心意，也让我们继续从第29章、30章继续走下去，成为主你直到地极的见证。人的声音结束，愿圣灵继续向我们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邀请大家从位置上面站立起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回应。
出去。会众请坐，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奉献。奉献完，请林牧师为我们祝福祷告。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纵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我是一生坚定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纵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会众请我还起立。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我是一生坚定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我已决定，我一生最爱是你。主啊，让我们所奉献上的金钱被你悦纳，愿我们所唱的这一首诗歌，我一生最爱的是你，愿意将我们的生命献给你，也是我们真实的祷告。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你爱使我苏醒，重新来过，深切渴望能活在你手中，生命跟随你跳动，梦想因你而启动，所有一切交给你，毫无保留，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永不放弃，像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气息是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转动。
各位兄弟平安，感谢主吼，咱伫个礼拜四的早起时，咱搁一摆伫遮组织来敬拜上帝。今仔是咱的培灵会上尾一天吼，咱即马共款，咱用诗歌来陪伴咱的心。咱请咱掀开咱头前的圣诗554首，圣诗554首，透早起也好整。554首，透早起也好整。今仔的诗歌吼，拢伫咱的旧的圣诗内底拢有吼。啊，因为伊的歌词有小可无共款，所以咱共款甲歌词咱来念一解吼。头一节，透早起也好整，用温困甲热情，日头起也好整，半晡也无停，着吞润到着息，宽心听候修行。就会欢喜吟诗，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就会欢喜吟诗，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就会欢喜吟诗，五谷收倒来。咱第二节时阵，咱副歌毋免念吼。第二节，好天气也好整，风雨也毋通停。虽然乌云掠目，也是着向前。工课着若做清楚，及时就通修成。就会欢喜吟诗，五谷收倒来，那是收倒来吼。第三节，照常起也好整，做工甘愿着磨。虽然拄着危险，毋肯半路煞。工程若是完成，救主就来接我，就会欢喜吟诗，五谷收倒来。好，我们从第一节开始。透早起也好整，天困困甲热情，日头起也好整，半路也无停，着吞润到着息，宽心听候修行，就会欢喜吟诗，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就会欢喜吟诗，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就会欢喜吟诗，五谷收倒来。第二节，好天气也好晴，风雨也无通停。虽然风雨掠慢，也是着向前。工课若做清楚，及时就通修成，就会欢喜吟诗，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就会欢喜吟诗，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就会欢喜吟诗，五谷收倒来。第三节，照常起也好整，做工甘愿着磨。虽然拄着危险，毋肯半路煞。工程若是完成，救主就来接我，就会欢喜吟诗，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就会欢喜吟诗，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五谷收倒来，就会欢喜吟诗，五谷收倒来。第二首吼，圣诗159首，圣诗159首，注点我心内无惊吓自在，注点我心内无惊吓自在。咱共款甲歌词搁念一解吼，拢总有4节。好，咱对第一节开始吼。
注点我心内，无惊遐自在。这世间只有你是我所爱，美丽我心神，少年你无停。第二节，主做我智慧，互我通瓦靠，逐时刻点伫你，受你照顾。你做我天父，我做你的囝。第三节，世间无一项比你较宝贝，因为你属伫我，永远袂毁。你是我一切，我要信靠你。第四节，天顶的君王，互我为得胜，愿你带我到天，永踮天庭。也是有艰难，也是大变迁，我决断地主永远无亚身。这首我们唱3节，第1节、第2节跟第4节。好，我们现在开始。主点我心内，无惊遐自在。这世间只有你是我所爱，美丽我心是少年你无停，你做我更定，互我有更明。第2节，主做我智慧，互我通看顾，当时刻念伫你，受你照顾。你做我天父，我做你的囝。你甲我建立，我甲你同行。第4节，顶的君王，互我为得胜，愿你带我到天，永踮天庭。也是有艰难，也是大变迁，我决断地主永远无亚身。阿门。咱大家组织来到圣殿同心敬拜，何乐歌曲耶和华的圣之名，请奏乐。大官人的囝，你着将阳光、快乐归乎耶和华，归乎耶和华。
就将耶和华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乎伊，用色的砖塔敬拜耶和华。请兄弟姊妹起立，同吟圣诗159首，注点我心内，无惊吓自在。注点我心内，无惊吓自在。这世间只有你是我所爱，唯因我心因少了你无停，你做我光景，互我有光明。主做我的为我通我步，也是决定你手里照顾。你做我的妹，我做你的囝。你教我给人，我教你当兵。世间无一项比你较宝贝，因为你惜你我永远袂悔。你是我一切，我要归乎你。你领的阮往世间无同比。你领的阮往我的得胜，愿你带我到天永远天天，若是有艰难，也是我面前，我决断对主永远无压请大家同心来祈祷。现在，万关良的爸上帝，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独一真神。你是满有慈悲怜悯的救世主。你亲自赐下你的独生囝，阮的救主耶稣基督，为着承担世间人的罪过，甘愿互人定死是价值。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我，他已经赢过死亡的关系，正做阮世间人的拯救甲盼望。你无照阮的罪过款待阮，也无照阮的罪恶报应阮，因为你的慈爱对敬畏你的人，亲像天离开地遐尔啊悬大。你互阮的罪过离开阮，亲像东离开西遐尔啊远。所以我要用感谢入你的门，学乐入你的院，一生一世跟缀救主的脚步，真心真心真意听主阮的上帝。今日阮就是要单单来敬拜你、学乐你，希望天父听见阮内心的祈求，赐下火热的灵命甲开力，来润泽阮孤单的心灵，互阮会当日日读经祈祷，甲主3千斤。愿阮会当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阮也要为着阮台湾的执政者甲掌权的来祈祷，愿因会当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上帝的旨意相同行。互阮台湾伫国际上会当开拓出一条合主旨意的道路。上次我为着明年的台湾总统甲立委的选举来祈祷，恳求天父亲自来掌权带领，互愿意为台湾百姓
来服务的这候选人，会当真做阮大家的帮站甲交托。而这时，阮特别恳求圣神继续赐下教育的智慧甲能力，伫教育馆这建筑委员甲营造厂的成就，互教育馆的使用执照的申请甲内装工程会当早日来完成。虽望阮知，佫有侪侪挑战摆咧伫阮的头前，不过阮相信主你要带领，所以阮要单单来仰望祈求救主的帮赞甲瓦靠，互这挑战会当有一日成做甜蜜的祝福。而这时，阮祈求天父亲自来保护照顾遐离厝静养的兄弟姊妹，或是伫病院接受疗养的阮所毋甘的兄弟姊妹，愿因忧伤痛悔的心灵，甲肉体会当得到圣神的安慰甲医治，互因伫即个圣的主日会当甲阮相同接受圣神的感动。阮也要感谢圣神感动恁大笔牧师，伫即个圣的主日来到阮的中间陪灵讲道，恳求圣神亲自引带伊、带领伊来传讲上帝的信息，显明上帝的旨意伫阮众兄弟姊妹的心内，当领受圣神的充满，愿天父接纳阮用诚实甲心灵的敬拜。这点，请大家同齐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死，咱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日去，救阮脱离你的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煞接当齐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属是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我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我永远的活命。阿门。兄弟姊妹，请坐。启用文，伫圣诗第139页，启用文22，诗篇95篇。我来客，请兄弟姊妹来应。来啊，咱来唱歌阿乐上主。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统合地极深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啊，咱来鞠躬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所以，请大家同齐领受上帝的话。今仔的经文是记载伫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28篇28节到31节。使徒行传28篇28节到31节。台语汉语本的圣经是记载伫新约170页。而修本的圣经是记载伫新约400页。但我用台语汉语本的圣经来讲读上帝的话，所以恁就知，
上帝这个拯救已经施行万邦，因也要听受。保罗讲这话了后，遐犹太人议论纷纷就离开。保罗徛家己睡的厝2冬久，凡下入来见伊的，伊拢接纳因。凡上帝的国，将主耶稣基督的代志，真好胆教示人，无人禁伊。学了，圣歌队要学了的诗歌是：我宁可为耶稣。
我宁可为耶稣赢过世间，我宁可为耶稣赢过财产，我宁可为耶稣赢过今世荣华富贵一切。今仔日，恁代表牧师所要传教的事实是一到地极的见证。感谢上帝，予咱树林教会每一年2摆的培灵会下半年是10月底，咱配合宗教改革纪念日，所以咱今年真感谢上帝，予咱特别会当通过林牧师伊的宣讲，予咱会当对个人的见证、教会的见证，来到咱今仔日所要领受直到地极的见证。林牧师伊本身踮伫咧台湾出世，有去美国读册，踮咧新加坡牧会，伫香港服侍，即几年佫住伫咧咱台湾，所以今仔日也要通过上帝话来甲咱宣讲。咱即时拍鼓欢迎林牧师。亲爱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能够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够在教会里头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上帝的话语。感谢主，我当踮教会大家三甲来想上帝话。也谢谢许牧师特别他的信任和邀请，让我能够再一次回到当中。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在台神做访问学者，做一些研究的工作，所以曾经跟我的师母一起坐在这一边的第2排，不过是在第1堂。伫去年踮咧台湾神学院做访问学者，我有一段时间甲咱三甲敬拜上帝，真感谢主。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使徒行传》最后1章最后4节的经文。咱同齐领受《使徒行传》同每一章最后4节的经文。我把这一段的经文是对称于在《使徒行传》第1章从第1节到第8节所描述圣灵降临之后，怎么样子透过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能够成为主有能力的见证。这段经文是对应《使徒行传》第1章开始的时阵，咧讲到圣神所做奇妙的事。通过安尼，为什么门徒会当做有力的见证？到底见证跟今天我们所讲的宣教、布道、做见证，或者说是传福音，有什么差别呢？见证甲咱所咧讲的宣教、报道等等遮有甚物款的差别？在基督教的环境里头，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名词一直在新的发展。基督教信仰中间，咱嘛有真侪新的名词不断的发展。所以我基本上我希望说是从回到圣经，用圣经的语言，让我们能够更清楚认识今天有很多不同的词句，它最根本的核心是什么。所以咱通过圣经原底所咧讲的，今仔日真侪名词，伫圣经原底讲的意思是啥？所以直到地极的见证，其实就是神希望每一个属于他儿女、属于他的教会，能够成为主在地极里头一直不断传扬的见证。直到地极的见证，是上帝踮伫伊的教会、伊的百姓的心意。毋望每一个属于上帝的儿女会当到地极来宣扬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不晓得你对宣教的概念是什么？你对宣教的概念是安怎？宣教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头，到底那个宣教的禾场、宣教的地区在什么地方？今仔日全球化的时代，咱宣教的地点到底伫倒位？怎么样子的人才有资格做宣教士？什么款的人才有资格来宣教？他才能够做一些宣教的工作。伊才会当做一寡宣教的事工。在宣教当中，最大的核心的概念，还有他要持续传扬的信息是什么呢？宣教的核心价值，甲伊要传达的信息到底是啥？所以从这一段的经节4节的经节里头，我希望跟大家从3个不同的角度来思考，直到地极的见证。所以对使徒行传同尾这4节，咱要来对3个赞处来思考。我们再来用闽南语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好，咱拄的经文你若会记伫咧咱的使徒行传圣经中间28章，咱最近过来甲伊读一解使徒行传28章，咱试看卖，你甲你的圣经摕出来，伫咱的手头前有咱的台语汉语版170页，咱即款乌皮啦，乌皮
啊，你若看和合本吼是中文，啊，你若看乌皮，就是咱的台语170页28节到31节。咱拄啊经过巴克利牧师所翻译第9，来预备来，所以恁就知上帝即个拯救已经实行外邦，因也要听受。保罗讲这个话了后，遐犹太人议论纷纷就离开。保罗徛家己踅的厝2年久，凡入来见伊的，伊拢接纳因，传上帝国，将主耶稣基督代志真好胆教示人，无人敬伊。在这边我们看一下，所以这一段的经文里头，我们可以看到3个方面，其实能够描述一个直到地极的见证，它必须具备哪一些的特质？这段经文咧讲到对3方面看，直到地极的见证有3方面的特质。第一个方面的特质就是从本土到全球的一种宣教。第一方面就是讲本土到全球的宣教。而如果具体的讲，跟我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心胸，我们是否有一个国度的心怀？具体来讲，是咧讲咱的态度、心态，心受一个开阔宣教的观念。耶稣复活之后，离开他升天，一共有40天之久，他就在门徒当中显现给门徒看。耶稣国话到上天中间有40天，互侪门徒看见。然后他要门徒聚集在耶路撒冷，然后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主耶稣爱伊门徒聚集伫耶路撒冷听候圣神。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能力，而且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能够做主的见证。圣神降临的时阵，咱就得到快乐，对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来做见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父神所应许的圣灵来了之后，教会初期的教会就开始形成。所以天父上帝所应允的圣神临到的时阵，咱就看到迄间基督徒开始做见证。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做见证的时候，彼得讲一篇到3000人信主，再讲另外一篇到5000人信主。咱看圣神降临的时阵，彼得讲道3000人信主。彼得国一摆的聚会中间5000人信主。所以初期教会在耶路撒冷教会一开始就是8000人、10000人的巨型的教会。所以初代的教会是遐尼大型，8000、10000人这款的一个组织。可是我们也看到圣灵并没有让这个教会继续变大，反而是把他们透过苦难跟逼迫打散到不同的地方。但是咱看圣神并无让这个教会继续愈来愈大，颠倒通过迫害、通过苦难，敢拍破。散到各所在去。所以在罗马的教会，基本上就是保罗在这个地方他所讲的这个教会，他已经到了罗马这个地方，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在罗马基本上是在当时所谓的地级。所以今仔日经文所写讲，保罗踮咧罗马，其实对伫耶路撒冷教会来讲，迄就是地极的所在。保罗是在安提阿教会被差派出去，然后去向外邦人传福音。保罗是伫安提阿教会受差派出去，外邦人传福音。他成为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第一批的宣教士，他跟巴拿巴一起被差派出去。保罗是甲巴拿巴同款受差派第一批的宣教师。他们就开始向这些外邦人到外邦人的地区里头去传福音。因到外邦外国的所在，这外国人来传福音。在保罗侍奉的过程里头，他至少有3次宣教的旅程。保罗服侍过程至少有3摆宣教的旅行。他每一次宣教旅程，从外地，从耶路撒冷，然后到安提阿，他到了外地以后，他一定都会回到耶路撒冷。3摆的传福音，伊去外地行了后，倒转来拢会到耶路撒冷就这个所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所谓的本土的教会，可是也有一个普世的教会或者地级的教会。所以咱伫这个所在看到一个本地的教会，甲一个普世国度地级的教会。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一段的经文在描述保罗在最后一次，其实不是他形成的计划，却是以一个囚犯的身份被送到罗马。所以咱今仔看到《使徒行传》同尾这段，并不是伊的计划形成，但是伊竟然是一个狩猎的角色，互人送到罗马。成为一个为了信仰的缘故，变成一个囚犯的身份，然后到了这个地方被软禁起来。
为着福音的缘故，真做一个犯人受关伫个罗马的所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原先其实很早就希望能够到罗马这个地方。实际上，伊真早就想要来罗马。可是后来他没有想到，却是用一个犯人的身份来到他曾经向往去的地方。无想到竟然是用犯人的角色来到罗马。可是在这4节第28节、29节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今仔日咱所看这4节的经文，互咱看到真趣味的一个现象。第28节他就说，他就做了一个宣告，他说：“你们当知道。”神的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而且他们也必听受。28节是一个真重要的宣告，讲上帝拯救已经传给外邦人，因也有领受。可是第9节在这里也说，保罗说了这句话之后，犹太人就议论纷纷的走了。29节特别咧讲到，遐个点罗马的犹太人听到保罗所讲，这个外邦人会当领受，哇，产生真大的纷争。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的人已经到了当时所谓世界的地极。咱知影，因已经去到迄阵的地极。这个保罗在那边，他说他来到这边传福音，传给这些的外邦人，不是犹太人，是犹太人以外的这些外邦人。后来他们听到福音，也有人接受了福音。保罗来到罗马这个所在，唔那干那，互犹太人，也包括伫个罗马遐个外邦人、外国人，因遐个某人听到福音来领受、来接受耶稣基督。其实这个是上帝圣灵的心意，这是圣神的心意。因为他希望说是我们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都能够听到主的见证。因为是对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到犹太全地到地极。拢会当互人听到福音，听到见证。可是这里却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这些犹太人听了保罗这样子讲，心里非常不爽。所以咱今仔看经文真趣味，上帝心意是到地极拢互人听到福音，不过伫罗马的犹太人竟然听到讲外邦人会当听福音，心内就无欢喜。在华文的圣经里头翻译的比较斯文，踮个和合本的圣经翻译较文雅。他说他们听了之后就议论纷纷。就离开了。因听了后就议论纷纷，然后人离开。其实，在原来的文字里头，他们就起了很大的这种的争斗，甚至对抗。结果后来他们就就是非常气愤的就离开了保罗。原来因的理解是咧讲因大细声互相生气，然后离开保罗去。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能够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然后能够将上帝爱分享回去。可是这些的人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他们却认为这些人不配接受上帝的福音。其实上帝心意是爱咱将上帝听传到各所在去。不过这犹太人竟然为了这个上帝的福音，外邦人哪会用听？为着安尼议论纷纷，还家离开保罗。所以从地理的角度，这些的人已经离开他们自己的本土、本家、本族、父家，他们到了一个他乡异地，在一个所谓的地级的地方，就是罗马这个地方。用地理的关系来看，其实这犹太人已经对伫耶路撒冷本家的所在，去到远远的罗马，这地理来看，因已经到达地极啊。可是他们的心胸还是非常的狭窄。不过因的心胸还阁真歪。他们仍旧到了外国人的地方，他们仍旧称这些人是外邦人。因去到外国人的所在，讲外国人是去到人的所在，讲是人外国人。这个华人大概也有这样子的情况。这华人常常安尼。我们到了美国，咱去到美国。我们看到那些白人，看到遐个白人，我们会怎么说他们？咱叫因遐个人老外，咱讲因是老外，就是外国人。我们谁才是外国人？去到美国，什么人才是外国人？应该是我们嘛？应该咱去的人是外国人。可是我们到了别人的地方，我们还说那些老外。咱去到美国，讲遐是外国人。所以其实真正的宣教、真正的见证，不是一个地理性的问题。所以宣教不是地理的因素，它是一个心理的问题。伊是一个心态的。一个人他到了一个地方，他仍旧以他的民族为他的中心。
到一个所在，佫用家己的族群做中心，我们称它叫做民族中心主义，这是民族中心的主义，或者说是它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宗教中心主义，也是真强迄款宗教中心的主义。所以有这种自我为中心的，他就会认为他比别人更好。这款自我中心的时阵，就会感觉家己比别人较好。这个犹太人他们就觉得不是犹太人就不是上帝的子民。犹太人感觉，若唔是犹太人，就唔是上帝百姓。也只有上帝的子民才配得上帝的救恩。只有上帝百姓才当领受上帝救恩。所以，当我们只有这种自我为中心的信仰的时候，即便我们领受的救恩，我们还是不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有这款自我中心的信仰的时阵，咱就算讲有领受救恩，嘛无法度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是不但是愿意我们得救，而且是愿意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够得救。上帝心意唔那干那咱领受福音得救，伊嘛望全世界人拢会当领受得到这个救恩。今天只要在教会的门外还有一个人没信主，我们教会就还没有满。今仔日只要教会外口还有一个人还无信主，表示咱教会还无坐满。所以我们的心胸必须要被圣灵来拓宽。所以咱的心胸是态度要互信心来甲咱开阔。我们必须要超越本土的这种的概念。咱都要搬过本地这款的概念。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宽阔的全球的概念。还有一个更较开阔全球全世界的概念。我们的心必须要有一个国度的胸怀。这个咱的心态要有国度的观念。我们需要有上帝的眼光。有上帝的眼光。我们必须要突破我们今天个人在地上的身份，能够进入到天上的身份。突破咱家己伫地面上个人的身份，去到上帝面前迄款的属天的身份。罗马这个地方基本上是当时的地级。罗马对迄个时阵来讲是世界通远的所在。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罗马帝国已经统治了欧洲、亚洲跟非洲。因为罗马帝国已经统治亚洲、非洲甲欧洲。所以他们基本上，因为他们有很强的这种军事力量，因真强的军事的溃烂，所以他们在整个的政治上，它有很多的法典，让社会非常稳定。所以政治上也有真好的规矩法律，和社会真稳定。那个时候也因为他们整个通行，它就是用希腊文成为它的统一的语言。伊用希腊文做因统一的语言。我们也知道当时的交通是非常的发达。迄个时阵的交通真发达。这也就是有一句的谚语，就是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是，逐条路拢会当行到罗马。想一想，如果说是今天福音的传扬到了这样子的环境，交通又方便，语言又统一，然后这个大家这政治又稳定的情况下，你觉得福音是不是更容易传递？所以咱若看政治稳定，交通也发达。经济逐项拢好势稳定的时阵，福音若要对罗马开始，是毋是会当传到逐所在？你觉得呢？你感觉安怎？应该是，对不对？可是刚刚好相反。但是咱看到竟然是倒变。这个外在的环境是已经非常非常的好，可是人的心却拦阻了这个他那么好的环境。上帝比咱外在环境逐款的条件拢已经适当，但是这犹太人的心竟然颠倒，或者福音的传扬，诚做这款的ทัก碍。然后反过来思考我们今天的台北，咱若反倒转来看今仔日的台北，或者来看我们今天的台湾，看咱今仔日的台湾，我们是在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时代里头。咱嘛是伫这款全球化的时代中间。我们今天不一定需要走到世界每一个地级角落，你无一定爱去到外国逐所在去。可是上帝就把世界各个不同地方的人就放在我们的这个地方。但是上帝把世界真侪无同款的人放伫咱的四周围。在台湾2300万的人口当中，伫咱2300万的人口，有将近超过68万以上的人，现在将近要到70万的这些所谓的新住民就在我们的当中。将近70万新住民伫咱台湾。当中有从越南来的，有对越南20万，20万；从印尼来的，印尼20万，嘛20万；有做学生来的，有学生，有做这些就是劳工或者聘佣的这些的身份来的，有做工人，还是讲有外配，还是讲做新娘新郎。
所以当他们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如果我们除以这个2300万，大概就是30多个人当中就应该有1个人在我们当中。70万来读2300万，意思讲差不多30多人中间咱就有一个。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我们大概教会如果说是第1堂、第2堂加起来，应该差不多400多人，400左右。咱有400人，礼拜有400人。那我们大概平均也应该有10多个人左右。大概应该是这些是新住民在我们当中。应该有超过10个，这新的住民在咱中间。我们时常对他们的印象是什么呢？咱对伊印象是啥？我们会喜欢越南人吗？咱会感觉越南人好吗？我们家里头的这些的帮佣，我们是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看他们呢？踮咧厝陪伴咱的这外国的朋友，咱安怎看因？光是我们所用的用语就可以看到我们非常排外。当咱所讲的话，会发现咱并无真好的接纳。因为我们叫他们外劳，叫他们外佣。咱叫因外劳，他们离乡背景来到我们这边。因离开家己的故乡来到咱他们照顾我们年老的父母，照顾咱的时代人。他们照顾我们年轻的孩子，照顾婴仔。他们放弃自己的老人家跟他们的孩子。因放弃家己的时代人。可是我们还是把他们当作外人。咱犹原叫因是外口的。我们看他是雇工，咱看伊是请。我们没有办法拥抱他们。无法度干。我们甚至觉得他们很懒，他们学不会东西。感觉因袂晓学较频繁。我们会觉得他学中文怎么学了半天学不会。学中文啊，学遐班。那我们到那边，我们能够讲他们的语言吗？咱若去因中间，敢有法度讲因的话？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就因为我们自己心胸的狭隘，导致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拥抱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这因为咱心态的关系，无法度来甲人相接纳。如果说是今天教会能够开始接受这些外来者，让他们有一个窝，让他们有一个空间，他们被关爱，他们能够有自己的时间，是我们给予的他的空间，那教会就开始拥抱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了。所以教会有迄款机会，有迄个时间甲空间，会当接纳，互因踮咧这个所在得到温暖的时阵，今天我们是否能够从本土到全球？咱会当对本地到全世界。我们的心胸能够被圣灵所柔软，所以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些人在我们的当中。咱的态度是不是当较软，通互因看到信心，看到上帝在咱中间。不但如此，其实今天我们走出去到社会里头，有很多人信仰跟我们不一样，意识形态、政治观念跟我们不一样。在咱的四周有真多宗教、意识形态、政治立场，跟咱无同。但是我们是否能够用一个国度的视野、国度的心胸来去拥抱他们？咱会当用一个国度的观念、甲眼光来看。所以我们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不是一款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拥抱的关系，是一款互相接纳的关系，是一种开放的态度，是一个开放的态度，是一种主动接纳的角色，主动去接纳因。所以从国度的观念里头，我们能够从本土到全球。所以国度的观念意思就是讲，咱按本地到全世界。要跨文化，我们必须要超越语言。赢过这文化读解，就要有这个语言。就需要能够去喜欢一些不同跟我们的食物，甚至无同的食物。生活的习惯。生活的习惯。可是真正跨文化，不是只是跨到别人的文化。想要超越文化，不是超过伊的文化，而是先超越我们自己，走出我们自己的文化。颠倒爱超过咱家己的文化，拍破家己，行出去。所以我们能够放下自己，能够进入他者的当中，将家己放下，进入别人的中间。第二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直到地极的见证，除了是从本土到全球的宣教，它具有一个国度的胸怀、国度的观念，它也是一个从个人进入到群体的宣教。直到地极的见证，唔那是咧讲到本地到全球这款国度观念的宣教，嘛是咧讲个人到一个群体的一个宣教。因为这个人他拥有了一个福音的使命，在他的生命当中。一个人有传福音的使命。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头，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第30节。咱若拄啊所读的圣经第30节，我来读给大家听。就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保罗徛伫伊所住厝2年久，既然来见伊的，伊拢接纳因。在这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保罗在这里，他是用一个犯人的身份被放在一个软禁的一个房子里头。伊是一个犯人的身份，互人
限制徛起的所在。他在等在这个司法的判决，最终他判的刑罚是怎么样？伊咧等罗马司法最后的判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个地方他所做的事情。咱会当看到伊做什么代志。可是我们也需要回顾他以前到底他怎么样子能够成为一个见证人。咱来回想，伊是怎样会当成做一个福音的见证人。其实保罗他在任何的时间、任何的时刻都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咱看保罗把握，不管得时不得时，伊拢是一个传福音见证的人。我们从保罗他宣教的过程里头看到，他宣教的工厂无处不在。咱看保罗宣教的场合，逐所在拢是。他曾经在监狱里头向人传福音。伊踮咧监狱中间人传福音。他曾经在雅典这个满天神佛的这个地方，能够像在庙的前面开庙会去跟人家传福音。伊踮咧雅典真侪神庙的中间，甚至在庙埕的中间来传福音。他在各个的不同的犹太人的会堂里头传福音。伊踮咧逐所在犹太人的会堂中间来传耶稣的福音。所以虽然耶稣呼召他成为万邦人的使徒，可是他也同样关心他的骨肉之亲。虽然耶稣基督呼召伊成做外邦人的宣教士，伊依然踮咧会堂关心伊的骨肉至亲。保罗也开了一个学堂，叫推雅奴学堂。他因为在一个希腊哲学非常盛行的一个地方，他必须要用一种对话的方式，能够接触这些知识分子。保罗依然踮伫希腊文化中间的学堂，甲因做真多的辩论讨论，通互遐个人听到福音。他在哥林多的时候，他也花了3年的时间，一边工作一边传扬福音。甚至踮咧哥林多，伊有3年的时间，一方面做夜工，另外一方面传福音。他甚至在暴动，就是一些动乱、人不同意见的这样子的场合里头，他也抓住机会传福音。在真多纷争，甚至有暴动这款的对立中间，伊依然把握机会来传福音。甚至他以犯人的身份，在面对公堂，向这个审判官在这个审问他的时候，他也同样的向这个审判官传福音。伊甚至伫做犯人的角色，迄个坐伫顶头做审判的人，伊伊传福音。我们知道后来他就以犯人的身份坐的船被押解，然后他碰到风暴，在大家都非常害怕的时候，他也在跟宣告他所认识的上帝是掌管宇宙万物，是风暴这些一切的这些主宰。咱知影即抓伊互人送来到罗马的过程有坐船，船碰着风台，依然伫迄款的风台的天气中间，伊用船顶所有的人来宣告耶和华上帝掌管一切。他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他也在犹太人当中传福音。伊伫外邦人中间传，嘛伫犹太人中间传耶稣的福音。他立志说，他在什么样子的人做就做什么样子的人，就在什么人当中就做什么样子的人，为的是让人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伊立志伫什么款人中间就做什么款人，是要甲人分享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学的对话、信仰的交投、学术的研讨，在不同的情况里头，他都能够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咱会当看到，无论是神学的对话、学术的对谈、任何的情形，伊拢是成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打开自己的家。你看伊拍开家己的徛起的所在。家其实是最能够放下盔甲的地方。咱所住的家庭、所住的厝是，互咱会当通轻松的所在。家是最能够显出真实的我的地方。踮咧家己徛起的所在，是会当显明真实、轻松的家己。在一个大家能够把最真实的面貌放下来的时候，也是人最能够交心交谈的地方。所以踮咧一个大家通轻松的所在，嘛是通会当交谈、交换意见的所在。今天我们可能很多的时候不太喜欢别人进入到我们的家。所以今仔日这个时代，真侪时阵，咱无爱人来咱兜。因为我们惊歹势，因为惊歹势。就是我们会说，我们家很乱，我们家很小，我们家里时常吵吵闹闹。所以咱就讲咱厝的伤歪，物件一大堆无方便。可是保罗却把他的家打开。但是保罗将家己的家拍开。他这里记载，他说有2年的时间，这段时间他就是来接待所有来到他面前的人。2年的时间，见哪来的人，伊拢接啦。他在这里说，让他们进入到他家，而且欢迎 welcome them， 就是欢迎他们。伊欢迎所有来因兜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心态，能够敞开自己家
与人分享福音咱就的人。咱看到保罗是一个态度真开阔、真开放，会当欢迎人、领受福音的人。我们知道其实他是一个比较受限制的人，可是他仍旧传福音。咱知影伊是受限制的人，伊有真侪软弱，但是伊有愿把机会来传福音。保罗在这一段软禁的时间，大概是在主后59年到主后62年当中，他至少写过了4本的书信。这段受软禁的时间，差不多主后59到主后62年的中间，伊踮咧受软禁的中间，至少写4张的批信。通常我们称作叫做监狱书信。这人一般称作监狱批信。包括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还有腓利比书。包括咱所看以弗所、哥罗西、腓利门、腓利比这4张的批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也透过文字来跟人继续分享福音。所以通过文字事工，甲人分享福音。所以我自己会说，如果我总结保罗的生命，他就是一个使命必达的生命。所以咱会当看到保罗，伊把握机会，有甚物款的使命，伊的确要甲完成。他的生命就跟他的使命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你看到伊的使命，甲伊所领受的使命是结合到底。他的生命就是把上帝对他的呼召，能够成为主的见证，连接在一起。伊的每一个日子，就是对上帝所领受的使命，和伊所挖出来，会当结连到底。有一个这个快递公司，它有一个口号就叫做使命必达。毋是徛乌托邦迄款吼，有一个迄个快递公司，迄个公司的名就叫做使命必达。我曾经在美国的邮政的机构里头工作过。林牧师8点伫美国的邮局工作过。我就认为一个邮票的生命是在于他把它贴到信封有那个住址，他的使命就是能够把这封信从这里传递到另外一个地方他要去的地方。一张细细张的邮票，伊的价值甲意义就是伊搭伫个批信，也是这个包裹的顶头，通过这个批甲这个包裹会当去到主旨的所在，安尼这张邮票就有价值有意义。所以邮票就这样舔一舔，然后贴得紧紧的。咱拢知影要安怎把邮票搭落去。它如果脱掉了，它就没有办法，那封信就没有办法使命必达了。邮票若落落来，这个批送袂到，邮票的价单嘛无去。上帝选召了我们成为他的门徒之后，他就把使命托付给我们。上帝互咱将做伊的囝儿，嘛将伊的使命交代互咱。宣教 the mission， 宣教就是 mission。mission 它代表了使命。mission 是使命。mission 也代表了任务。mission 嘛是你的工作任务。那我认为使命跟任务应该是连在一起，它才能够真实的成为主的见证。所以宣教有使命，嘛有任务，合到阵，才当成做基督的见证。今天我们是否把福音的使命跟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的职场连接在一起？咱今日敢有把福音的使命，甲咱工作的任务，甲合到阵？还是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使命留在教会，走出去，我就是另外一个人？还是咱甲所领受的使命留伫个教会，礼拜煞行出去了后，咱家己的工作做咱家己去做。保罗让我们看到一种使命跟生命连接在一起的，因为他从一个个人，他透过不同的方式，他都成为主的见证人。咱看到保罗就是将对上帝所领受的使命，甲伊生活中间的工作结合到阵，一个见证人。第3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是从地上到天上的这个宣教。所以，到地基的见证，第3方面，咱看对地上到天顶这款的宣教。它带出来了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做见证，我们所宣扬的是什么？伊提醒咱一个所要宣扬是什么物件？这里就是讲到他所传扬的核心的信息。这是一款信息的中心点。第31节他这样子说，咱若看圣经31节，他就放胆传讲神国的道，伊好胆来宣讲上帝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将主耶稣基督的代志教示人，并没有人禁止，无人通禁伊。这里让我看到这一节的经言里头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在里头。这段经文非常的丰富。可是时间的关系，我就简单的讲，其中我看到的3个方面。咱所看到的3方面。第一个，他分享的信息，伊分享的信息有2个，是2项。一个神国的道，一个是上帝的国，
另外一个是主耶稣基督的事，另外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代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宣讲这个神的国和耶稣的启示，他用2种的方式来传递。有关上帝国甲耶稣基督的代志，伊用2款的方法来传达。一个是传讲，一个就是用嘴讲，就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很像我们今天这样子的场合，保罗用对众人来传讲。那亲像咱今仔公开的场合，公开来宣讲。然后第二个是教导，第二就是教示。它是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里头，让人能够更清楚、更细致的能够明白上帝的话语到底是什么。一款就是较细3、5人的小组，还是查经班，和人交谈，通互人会当更较认真来知上帝教示。第3方面就是他在做见证的态度。第3，咱看到伊所见证的态度。他说他就放胆传讲上帝国，伊好胆来传讲。然后这里他是靠着主的恩典，他能够放胆，他能够将这种的能力能够带出来。这是因为我靠主会互伊的气力，伊会当好胆来传讲。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他说没有人能够禁止他。咱看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无人会当禁伊。其实从某种角度，他是被限制的。咱若对凡人的角色来看，伊是受限制。他不再像他年轻的时候那么这个身体那么有力量，他能够爬照到处不同的地方。他的身体的限制，还有他被这个犯人身份的这个关系，他限制。所以你看伊即马受的限制，除了地理凡人的受限制以外，伊年纪嘛有一个坎站啊，无像青年的时阵会用个爬走。所以我自己解释这段的经文，就是说，其实人虽然会限制，可是他所传递的信息是不会受限制的。所以咱人虽然有限软弱会受限制，不过咱所要宣讲的信息永远无受限制。那我们可能就要回到他所传递的信息。那你到底在传啥？这个信息基本上他强调神国的道。伊就是咧讲到上帝国。其实上帝的国也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耳提面命，时常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神的国、神国的百姓，他的生命的品格是什么样子。咱会当看到耶稣用各种的譬如来讲到上帝国的百姓，伊的生命的内涵，伊的品德到底是什么款？他甚至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耶稣甚至教示咱都要安尼祈祷，愿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呢，亲像伫天。所以很明显的，其实耶稣他在描述了一个在天国一个蛮抽象的一种的生活的价值和形式。所以耶稣咧讲的，敢若亲像3天地外迄个天国的概念。可是他希望说是把天上的这个概念能够在地上能够彰显出来。不过主耶稣希望甲3天地外上帝国的概念，在咱的生活中间会当显明见证出来。那能够见证出来，就只有在他的百姓的里头才能够显明出来。要安怎见证？就是爱踮伫上帝百姓耶稣基督的温度的身上，才会当显明出来。所以如果说是基督徒，他越能够顺着圣灵的引导，活出圣经的教导，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自然的活现出来，其实我们就能够成为不一样的见证。所以咱基督徒来当领受圣神的感动甲引带，照安尼来行，安尼来活的时阵，咱就会当成做活活真实的见证。上帝的国也是我们今天所希望能够盼望的。上帝国是咱所盼望的，我们希望说是最终它能够实现。咱盼望这会当实现的一日。所以它似乎又很遥远，可是它似乎又在我们今天是能够去品尝或者去实现的。上帝国敢若亲像真远，不过咱今仔日有当时会去担着伊天顶上帝国这个恩典。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就能够活出在天上的身份。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踮咧这个地面上，都会当活出天国百姓的身份。所以当我们宣扬这个天国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地上的这些的人能够明白天上的旨意，然后能够跟天上的父神能够恢复那和好的关系。所以咱宣扬的上帝国福音，就是要互咱四周围的人有机会领受这个福音，甲天父上帝恢复和睦的关系。那个时候应该是一个光明的世界，那是咱所期待有光明的世界，是一个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病痛的世界。
迄是无目屎、无病痛的一个时代。那个是没有罪恶捆绑，没有这种人跟人之间的暴力和冲突的一个世界。迄是一个无罪恶、无冲突、无暴力的一个时代。那是今天我们没有办法体会的世界。这咱真恶的体会。可是这个保罗他还讲了另外一个重要的信息，除了这个以外，保罗佫讲到一个真重要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的事。就是耶稣基督的代志。如果我们读保罗的书信，咱读保罗的批信，基本上他非常的立场非常清楚，保罗的立场真清楚，他没有高言大志，伊无讲什么款安尼真开阔的话。他说他所能传递的就是耶稣基督和他被钉十字架。伊所传的敢若耶稣基督甲伊的十字架。那这个基本上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讲啥？他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是用智慧的言语，乃是基督的十字架，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空。基督差派我，毋是要传别项，独敢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毋是用什么款智慧的言语，敢若要讲到十字架这个信息，免得这个福音失落。我想今天我们能够去经历到上帝国，其实很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透过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咱今仔日若要经验到上帝国，的确是爱通过耶稣基督以及伊受钉十字架这项事。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耶稣基督道成肉体，进入人群的当中，徛起伫咱的中间，进入他原先创造，可是却被人所排拒、拒绝的地方。进入原底是伊所创造，但是伊伫迄个所在受拒绝的所在，伊愿意进入。他取得奴仆的形象，伊成做奴仆的款式，成为人的样式，成做人的样式。他谦卑，伊谦卑至死，到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甚至死伫十字架顶。因着他愿意顺服父所给托予他的使命，因为伊欢喜顺服天父上帝所予伊的使命，他就成就了那个人与上帝和好的这种破坏的关系。伊就成就完成成全人甲上帝中间迄个受破坏关系。耶稣基督的事就是在十字架上显明。耶稣基督的代志是啥？就是十字架顶的代志。上帝的救恩进入到人群的当中，就是透过耶稣基督。上帝救恩会当临到人的中间，就是通过耶稣基督。人要恢复跟上帝的关系，没有其他的道路，只有这个又真又活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人要甲上帝当恢复关系，无其他的路，只有通过耶稣基督，这个佫真佫活的道路。我在香港有10年的时间。我踮咧香港徛起10年。我非常喜欢香港的桥。我最爱香港有真侪大桥。香港基本上是一个岛。香港有真侪岛。所以它的岛基本上有很多地方都是连接在海。在海跟海的之间。这个岛甲岛的中间拢伫海的。所以它有很多的桥，也有很多的隧道。所以以外有真侪大桥，还是真侪崩坑。可是桥对我的这种的感受是比较深。桥对我来讲，迄个感受较深。因为它可以让我从这里到那里去。因为互我对这个岛到另外一个岛。可是我们知道这一次的南方澳的那个桥就南方澳的桥落来，互咱就惊。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要成为一个桥，它必须要承受一定的那种承载的力量。所以要成做桥，伊都爱当承担真重的重量。人跟神之间的那种的那种的张力，最大的对抗的张力就是人的罪。人甲上帝中间袂当和好，通重要就是因为人会有犯软弱的罪。人跟上帝的关系完全的隔绝，也是因为我们违背了上帝的心意，没有听上帝的话。人甲上帝关系受切断，就是因为咱无听上帝的话。可是耶稣基督却来到我们当中，成为那个桥梁。但是耶稣基督来到咱的中间，成做这个桥。耶稣也呼召你跟我成为人跟上帝和好的这种的桥梁。所以上帝耶稣基督嘛邀请咱，嘛成做这个见证人，成做这个桥来帮助人甲上帝中间的关系。不但如此，不是只是纵向的，他也要我们人跟人之间能够彼此和好。唔单单咱甲上帝中间这个和好，嘛甲人的中间互相有真和好的关系。我们是身处在一个非常暴力的一个时代。今仔日这个时代有真多的暴力，是一个受伤害的时代。真容易受伤害。受伤的人他很容易伤害人。受伤
的人，伊过来就会伤害别人。啊，因为受到伤害的人，他没有其他的路可以去缓解，所以他只有说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甚至用更大的暴力去攻击对方。受伤的人若无得到医治，袂当透的时阵，伊只有会当用武力，还是对抗别人。能够解决的只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会当解决这项，只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如果我们今天只讲上帝的国，咱今仔日若敢若讲上帝国，那是何等的美好！迄是敢若真水的所在。如果我们只讲上帝的国，咱若敢若讲上帝国，不讲耶稣基督的事和他十字架，无讲耶稣基督甲伊的十字架。那上帝的国只不过是一个乌托邦。那呢，上帝国是三天地外的门的代志。而如果说是今天我们只讲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咱今仔日若敢若讲耶稣基督甲伊的十字架，而没有上帝的国，无上帝迄款充满五万的国度，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就非常的痛苦，甚至安尼咱若没有盼望。敢若十字架的时阵，咱就感觉真重大，无五万。所以，我们今天做见证的核心的信息是让人能够看到盼望，也让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条路可以从这边走到那里。所以咱今仔日所讲的信息，就是一个五万甲一个和解的路。今天我们是否能够把我们的信仰，透过我们的生活，透过我们的见证，透过我们的口，能够传递出去？所以咱今仔的信仰，敢会当通过咱的生活、咱的嘴、咱的行道来宣扬出去，直到地级的见证，直到地极的见证，是从本土到地级的宣教，是对本地到全球，因为它有一个国度的胸怀，因为有一个国度的态度心性，它也是能够连结个人的生命跟上帝所托付的使命连结在一起的宣教，从个人进入到群体当中。这款的见证嘛，是会当将个人的任务甲上帝使命结合到阵，对个人行到群体的中间。他不太在乎你到什么地方去，伊袂看你到底是去什么款地理的所在，他比较在乎你是怎么样子的人。伊看重的你是一个什么款的人。神也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有一个永恒的信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互咱看到一个真永远的观念，有一个上帝国的盼望，有一个上帝国的愿望，有一个地上可以回到跟上帝恢复关系的一条的路径，有一个当倒转去天父上帝面前恢复关系迄个道路真理，就是耶稣和他的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甲伊的十字这架。是我们核心的信息。这是咱同中心的信息。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咱，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直到地极的见证人。互咱拢会当成做一个直到地极拢会当做见证的人。你不一定要到很远的地方，你无一定爱去真远的所在。上帝已经把这些人放在我们的周上帝已围。经将这人放伫你的四周围我们。是否能够成为主的见证？咱是毋是会当成做主的见证人？我们请许牧师做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原来阮所领受的使命，毋是干那伫地面上度这的日子。阮要对你遐所提到，是你所互阮极其水、极其应当，互阮的使命当得到成全，就是伫天父上帝你的心意中间，甲你恢复极其水的关系。感谢你，知影阮的有限软弱，你会家己差派耶稣基督来完成成全这项事。阮感谢你的听。嘛，恳求圣神帮助阮，因为你以爱无一个人定论，你以爱是人人拢会当得到救。通过阮遮做见证的人、实见证的人，逐所在去，伫阮的日子、阮的生活、阮所行达所讲的话，互人看，就讲啊，这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因就欣赏，嘛想要来认捌主你。主啊，恳求你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即个世代，会当随时把握机会来亚种子，来做见证，互更较侪人听到福音，领受主你所要互因的救恩。阮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所接，请大家来唱回应的诗歌，圣诗554首，透早起也好种。请大家起立。
请坐，请大家用感恩的心同游，向做偌济准备好。请起立。请坐，请大家来读经句。今仔日经句是记载伫马可福音第16章20节。马可福音第16章20节，我念一解，请兄弟姊妹念两摆。马可福音第16章20节，学生出去，逐所在宣传，祝教因做工，用对因的行业证明这个道理。阿门。马可福音16章20节，学生出去，逐所在宣传，祝教因做工，用对因的行业证明这个道理。阿门。马可福音16章20节，学生出去，逐所在宣传，祝教因做工，用对因的行业证明这个道理。阿门。再来报告，欢迎甲报告。首先，我代表教会来欢迎，感谢李牧师。来感谢伊，即位拜五还毋够，今仔日3场的迄个培灵会讲道，请林牧师娘嘛伫咱中间林牧师娘，林大卫牧师娘。拄好讲，家己去年有一段时间，因这所在定定拢踮伫迄个，就差不多遐，伫后壁算来3排4排迄个所在伊的囡仔嘛捌踮在咱中间参加敬拜，咱真感谢主。另外今仔日也阁有一个踮咧教会我前2天有甲你讲过，踮咧教会大家拢兄弟姊妹，你就算第一摆来，咱嘛是兄弟姊妹。林美丽姐妹来，你起来互阮欢迎一下感觉好欢迎你。后壁迄个是牧师娘啦，等下刷伊会甲你讲。请坐
其他的感觉有第一摆来，感谢。感谢啊！再接，请大家来关心教会的圣工。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咱做伙来关心本礼拜事工。下晡1点，爱家伫幼心2楼举办圣经讲座。后礼拜是性别公益纪念主日。11月丰盛人生会当到招待岛，也是办公室买。107学年度第2学期奖学金会伫后礼拜主日的第2堂礼拜中颁发。11月初9早时9点，教育事工部举办读经营，欢迎兄弟踊跃报名参加。11月30下晡5点举办感恩见证餐会，报名到11月17为止，欢迎兄弟踊跃参加，并邀请也未信主的也是亲友参加。2019与京剧有约进入书书记，邀请兄弟踊跃参与每天读经的活动。11月初4早时9点半，双年团契举行艺礼会，以下是聚会内容，欢迎踊跃参加。11月22，双年团契举办秋季一日游，请伫10月31进前报名缴费。教育馆的景观工程甲内部设备装潢的联现项目，放伫招待岛，欢迎兄弟联现。以下是教育馆兴建工程的进度，请带导甲奉献。谢欣玉姊妹伫10月22安歇主怀，求主安慰家属。请继续为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代祷，愿上帝安慰甲医治。我只要补充报告一下，县区一姐妹哦，就是咱顾尤富美老师的查某囝吼。伊的先生叫杨进比先生，还有2个细囝，所以特别将这个家庭，请大家摆伫咱的代祷当中吼，求圣神来照顾这个家庭。再接请牧师来讲道。咱礼拜到上落尾，咱每一个人心内的确有一寡话想要甲天父上帝讲，无论是你家己个人的工作，还是你的身体健康、你心神的追求，还是家庭工作各方面，咱这个时阵起立，开咱的心，也开咱的嘴。咱最近也来祷，现在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伫你面前领受你话命的话。恳求主你，互阮会当搁一摆知影你对阮的疼，也你甲阮劝生命的愿望。恳求主你继续引带，互阮会当先得到主你极大的疼，通伫这个时代真做见证。天父上帝，阮感谢你，这是一个真特别的关系。阮会当用你开嘴讲阿爸，愿你赐福看顾我，恳求你成做我的引带，你嘛帮赞。特别是当我软弱有限的时阵，我感觉真超凡的时阵，我会当到阿爸的面前，在你的面前得到真安稳自在的快乐。愿每一个兄弟姊妹，这个时阵开阮的心，开阮的嘴，向你恳求。主啊，你互阮有一个极其水的愿望，就是你的国度。但是你嘛甲阮讲，踮伫这个世间有苦难，但是耶稣基督讲。就算有苦难，恁通放心，因为我较赢这个世间，我互恁的平安，甲这个世间的平安无同，恁通好领受，嘛通过这款的平安，恁要成做我的见证，互人会当看到上帝国的愿望，嘛通过阮这见证人做和解的使者，生命关系定心要得到恢复甲建立。主啊，
恳求你的圣神，先坚定原每一个伫你面前属于你的囝儿。今仔日，互阮会当搁一摆立志，愿成做你的囝儿，愿领受甲爸和好的关系，也要出外成做和解的使者，互人会当得到和好，甲上帝你得到和好。恳求你的主爱，你的怜悯拢无离开我。愿安尼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上言圣诗403首，主查看我。主查看我，主查看我，主查看我，耶稣求你，主引带我。充满我，我要出去。但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成为主的见证人。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以时刻的充满，让我们有能力为主做见证，能够成为主的见证人，成为和平的使者，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咱弟姊妹请坐，今仔的聚会到这。